那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，爬来爬去，原来是只死蜘蛛。恰巧被这只鸟发现，它还在动来动去，是怕小鸟看不到吗？嚣张了！小鸟来呀来呀，来吃我！满足你，我来了。哪是什么蜘蛛，这是条蓄谋已久的毒蛇。这货叫猪尾泥角葵蛇，是伊朗独有的物种，自然界的伪装大师。它的尾巴已进化成蜘蛛的形状，专门引诱小动物上当。所以我们在野外要懂得保护好自己，看到蜘蛛什么的不要随便吃。人类世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处处充满了诱惑，一不留神可能就落入别人的陷阱。